做乜咁多 DC 同鏡頭嘅？唔通呢度係日本 CP Plus 相機展？唔係，其實呢度係 Olympus 喺香港搞嘅發佈會嚟咋。咁大陣仗，梗係有勁機啦。不過唔係呢啲機仔，係最新嘅復古 M43DC Olympus OMD EM5。連 CP Plus 都只能影綁住繩嘅機，但我哋香港人仲有福，可以拎上手任玩。睇真啲佢個樣，成部菲林機咁，真係好潮㗎。不過部機其實唔算好大嚿，背芒又可以上下揭，同普通 M43機差唔多。呢一部係 Panasonic 嘅 Lumix 3D1， 咁呢機身呢就有1200萬像素，打開呢度呢仲有雙鏡頭㗎，而後面呢亦都有3.5寸 Touch Mon， 喺呢個位呢仲可以插上去呢就係 3D 效果，插返落去呢就係 2D 嘅效果啦。呢一部機呢係支援 Touch Mon 影相㗎，你睇下。另外呢，如果 2D 嘅時候呢，就會咁樣啦，會比較歪啲。3D 嘅時候呢，好明顯見到呢就冇咁歪。但係因為呢一部相機呢唔支援即刻見到 3D 嘅效果，當你駁上落電腦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即刻見到效果㗎啦。